楚优邓夏宇就黄文兴饰演的林华。来，我们请3位男生潇洒男人组来摆个 pose 给我们看，来摆个 pose 拍照。哦，哇，那个六，在里面呢饰演拳头握紧。接下来呢是一个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都拥有非常坚强意志的全公司的千金小姐，那是看到爱林华莹妹妹啦，所以让我们欢迎秀敏由陈怡佳饰演。好，怡佳饰演的秀敏是全公司的千金小姐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再说。里面呢还有一个认命不认输，在男人堆当中一定要自己去扛起家计的大嫂，她以后会在男人堆当中显现她个人不同的一面。让我们来欢迎林文怡饰演的秋月大嫂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欢迎3个女人家们来前。这3位女人，对，都可以陪。来，我们男生先不用加入，男生先不用加入，对。我们女性时代女性，来，我们先从右手边这边看起来吧。来，右手边我们柱子这边，来，我们柱子这边，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一颗一颗镜头转过去，好，展现出在那个时代呢，女生她其实不只是要照顾自己，还要照顾所有的家人，啊，不只是委托老板娘去摆垃圾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旁边请一下，哎，大家会知道说我们来时代男的爸爸，也就是我们的秀敏跟他的爸爸。另外一位呢，则是有这样子严厉的爸爸，就会有温柔的妈妈。有温柔妈妈张琼枝。啊，这2位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啦，看起来就知道严父慈母。来，我们2个先让我们的摄影拍一下照片。来，爸爸，好不好？来，爸爸框架。好，我叫做傅子纯。在古力当中，我饰演的角色叫做林清风。那这个角色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角色。那他就是那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但是我想这部分可能不需要，因为我就是这种人。谢谢。家己安尼讲了，好啊，问起嘞，问处。大家好，我是昌宪啊，我伫古力内面饰演是问处林文曲的角色。啊，这个问处哦，伊是一个足善良，啊足活泼。我感觉伊伫个戏内面哦，因为伊的生活的目标就是报答人家，我就感动这份养育之恩，所以这是我内面上重要的一个宗旨。虽然不管人家还是不管后面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做出我上大的努力，为着人家做出上大的努力就对。哇，足感动的，为着人家做出上大的努力了。好。你问处的这个字是安怎？想要叫问处？伊的国语若是拍无，你就拍粉薯。粉薯，你就会找到这2个字，因为我惊迄个媒体朋友要写稿。对，粉薯。连你的名都写袂出来。粉薯啊，其实伊就算伫咧地底下软来软去，啊真活泼，会四界找空。互家己生活出来，伊讲无算土拨鼠，伊咪算的一种那一类的。哦，那一类的小老鼠。粉薯，你不够会丢。哦，问处了，哦，OK啊，明华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心，那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林华。那他的个性就是属于比较养尊处优，然后就是一个纨绔子弟，然后从纨绔子弟变成脚踏实地、努力上进的男人这样。那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转折情绪的那些戏份。那其实在家看的剧本也模拟很多次这样，但是后来我想想，其实也不用怎么模拟，还是要到现场，还是要听导演的话这样子。对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佳琪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金兰，勇敢追爱的委托行老板娘。那其实，在那个年代呢，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观念，而且女生对于爱情会比较内敛、比较被动。但是金兰呢，她除了她勇敢追爱之外，她对于家庭，她其实也颠覆了这个生儿子比生女儿好的印象。当女儿也可以成为父母最大的靠山。是的，在里面金兰就会是让大家觉得
这女人好啊，新时代女性，新时代女性，它里面有一个旧时代女性，但是就是那种家里没有她不行，对对对对不对？是非常辛苦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怡，我饰演的就是旧时代的女性张秋月。那秋月这个角色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传统女性的代表，就是她会发生一些在面对人生的变故上，然后还有受到一些生活上的欺压的时候，她的怎么样去面对，她的反应跟态度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传统女性的美德这样子。而且这是往后看就会知道，这传统女性还会在男人堆当中真的不一样的表现。我刚刚就说我应该加入就是苦力，不要加入口令这一行，这个行列不是一样的。看我的衣服就知道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秀敏。大家好，我是宜家，我在里面饰演是李秀敏。公视出品必属佳作，金钟导演欧丽上的作品，大家那么欧了，你都丢不丢啦？然后我的儿子跟女儿，文心跟宜家，他们两位都是很年轻、非常优秀的演员，我也非常期待跟他们合作。3、4年吗？我觉得子纯哥，还有陈哥，我被他扛过，我知道他这是男人中的男人。哎呦，感觉你滑不稳，没有他怕他哇！感觉我们其实不单呢，不单，好要平衡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从右手边，好不好？还什么？来，我们从右手边，好，右手边。没有，我们从右手边来，好。第二个，好，来第2台，第3台，第3不用等太快哦，慢慢来哦。感觉我会不会是农产品的那个？有这个大家讲说我们是吃苦跟苦尽甘来哦。就是他有在附近好像是西组。我们第一时间也有请公司想说去看知不知道。这望子成龙的龙，哎，这个下面越难搬了，因为下面有40公斤。你很幸福。好，来接下来第3人哦，说你们都非常考究。哎，3位，这就是你们很帅气的，后来走出来，你们走一个台步到这一边。2步。这下面说出来棉花，哇，很累。感觉你滑不稳，滑不稳。感觉我们其实不单呢。好，这里视线这边。我刚才叔叔有练过。好，来一个，照顾自己，还要照顾所有的家人。乔治。大家好，我是昌宪啊，我伫苦力内面饰演是问处林文曲的角色。问处哦，伊的讲义若是拍无，伊就拍分数。分数啊，其实伊就算伫咧地底下软来软去，啊真活泼，会使个找空。扑下去，新挖出来。我是从完全不会到现在可以演这么多台语的戏，没有毛的连秤锤都吃得下去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假狼告告。我要学一些不一样的才艺，那是一个现在应该不能讲，就是一个很有才的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，然后是我本身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，然后这个我本身是比较压力大一点。这个苦力啊，其实它是一个那个印度语大家来讲就是讲港口头开晚会啊，这个意思啦。港口头开晚会。哎呦，港口头。